这个地瓜，紫色地瓜不能买太长，太长会筋比较多，短一点它就粉一点，都没有带筋的，这比较好吃，真好吃。土豆、花生，花生就土豆。58次每分，测量结束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，您的血压正常，谢谢使用，祝您健康。14毫米汞柱低压。小小的加，给加，放一些水，这样子，放1勺盐巴。